各位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章墨宝师父提供给各位大家参考。世间虚幻要觉醒，世间所有的一切啊，虚就是不实在嘛，幻就是一个假象，就像影子，你走到哪里看着有影子，但是摸也摸不到，这是一个假象嘛。所以过去的古人就讲了，世间皆虚假，弥陀独真实啊。只有阿弥陀佛才是真正实实在在的。我们一定要觉醒，你要醒悟过来，不要在那边沉醉了，因为那是假的啊，你带不走的呀。但是我们一直牵绊的，一直想要去贪求它、占有它，这无形之中增加内心的污染跟包袱。所以各位，世间虚幻要觉醒啊，你要赶快醒过来啊，要有警觉，要清醒。看破放下现光明啊！你知道这个是假的，你就看破嘛，不要在意嘛。我们不要提的不放啊，赶快放下，心里面不要为它操烦。这个叫看破放下现光明。佛为什么会灵性这么光明？为什么他智慧这么高超？为什么知道过去？为什么知道未来？他什么都明白，世间的真相了若指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明明佛讲了，所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大家个个都能成佛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众生这么愚痴？仍然是在六道轮回，是为什么呢？佛告诉我们，众生因为贪啊、嗔恨心啊、骄慢心啊、怀疑心啊，对世间那种贪求、占有、名啊、利啊放不下，所以我们一直烦恼不断。但是佛呢，不起一点杂念，不起一点妄想，完全斩断。他没有这些东西的干扰，所以他心性很清净、很光明，自然现出光明的本性。我们众生也一样能够这样啊！只要你跟佛一样，把这些杂染的东西舍掉了，你跟佛的本性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增加，也没有减少。所以你只要看破放下，你的灵性就现光明。你要成佛就快速，跟佛性就相应了。佛号声声念不停。有时候我们知道，明明不要贪，不要嗔，不要怀疑，不要嫉妒，我们知道啊，但是做不来怎么办？佛就告诉你，佛号声声念不停。你有杂念、有妄想、有散乱心的时候，你就念这一句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妄念自然慢慢的化解掉了，减轻了。所以只要一直持续不断的精进用功，不要停止，不要懈怠。佛号声声念不停，临终弥陀自来迎。虽然你是一个凡夫众生，佛告诉你，你正念直来，我来复如啊！你只要按照你这样子过来就好了，你就念佛，这样一直走过来。我不嫌弃你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坏人，你的一切所作所为，我不去追究你的。只要你念这一佛号，我仍然把你列入我救度的对象，我一定不放弃你的。所以临终，我按照我对众生的誓约，阿弥陀佛一定来救度念佛的众生，临终一定来迎接你的，来欢迎你的。各位，这一章重不重要？重要，太重要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一章给大家做一个交流分享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